因为12家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关联。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灭无智慧的人的智慧，也要气杀残命人的残命。第十节，智慧的人伫倒落？经学士伫倒落？伫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？上帝检视世间的智慧变成戆，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遮个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22节，因为犹太人求神力，希利尼人找智慧。若是阮传顶12家的基督，对伫犹太人是脱碍，对伫外邦人是牛戆。若是对受调的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上帝做基督做上帝的关联，上帝的智慧。25节，因为上帝有戆比人较智慧，上帝软弱比人较庸俗。咱要请陈美玲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的大能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有一个无信主的朋友，伊定定会因为人类的大发明伫遐赞叹。譬如讲，若讲到雪山隧道，伊就会讲：哦，人类哪会遐尔伟大，竟然会当将崩空，会当将山挖两个空。对伊来讲，人定胜天。但是我拢不以为然，甲应讲：是啊，人真厉害。但是每一届天灾来临的时，人根本无法度预防。人要赢过天，绝对是无可能的。人拢爱靠天，才会当来生存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农夫，伊辛苦种植一片的田地，到得要收成的时，伊拢会徛伫边仔看，非常欢喜。但是每一届咧收成的时，就一大群的赤鸟仔来食，害伊损失真济。所以农夫就想办法要来赶遮个鸟仔。大先伊是用稻草人，头一届不只要有效果，但是久啊较无路用啊。一大群的赤鸟仔游玩来照食，农夫只好用第二个方法，就是伊密起来。等鸟仔来的时，伊用炮仔声来吓惊遮个鸟仔。但是规工密伫田园里，伫遐赶鸟仔，也毋是办法。最后，农夫想到一招，就是放毒来毒死遮个鸟仔。哇！遮个鸟仔知影代志大条啊，就派一个代表来甲农夫谈判，请农夫放因一条生路。赤鸟代表就讲：你野种种植，确实非常辛苦，但是稻仔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即农夫讲：稻仔是我辛苦种植的，哪会讲是上帝所赐的咧？赤鸟甲伊讲：稻仔敢需要太阳？农夫讲：哎呀！赤鸟就讲：啊，上帝若无互你太阳，是会安怎咧？农夫想想的讲：安尼稻仔就无法度生长啊。鸟仔佫问讲：啊，太阳是你的吗？农夫讲：毋是，是天的。鸟佫问：啊，若无空气咧，稻仔敢会当生长？农夫讲：嘛袂当。啊，安尼空气是你的吗？农夫应讲：毋是，空气是天的。赤鸟佫问：如果无落雨，稻仔敢会当生长咧？农夫讲：袂使。啊，雨水是你的吗？农夫嘛回讲：毋是。赤鸟就讲：既然太阳、空气甲水拢毋是你的，安尼稻仔敢是你的？农夫即时甲理解赤鸟的话，伊讲：这拢是上帝的恩赐，若无上帝，一切拢无可能。所以农夫就答应这赤鸟无阁用毒来毒害因，但是伊请求这赤鸟啊，毋通将伊的稻仔拢食了了。所以对迄时开始，因双方就过和平，无阁彼此伤害日子。兄弟姊妹，咱人咧，有人认为讲我会当安然、平安、平凡过日子，这是我家己的功劳。但是人生是充满意外，若无上帝带领，无上帝赏赐，咱哪有可能会当得到平安咧？
所以咱哪有可能会当用人的智慧来比拼上帝的智慧？连保罗这种有学问甲上帝关系遐尔啊亲密的人嘛会讲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完全。独我走进前，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，所以得到我的。伫罗马书11章33节，保罗嘛赞叹讲：亲近嘛，上帝智慧甲见识的富有啊，伊的判断袂切寸得，伊的路途地找袂着。所以对保罗遐尔有学问的人来讲，上帝的智慧伊是无法度来想象，无法度来测度的。所以保罗伊嘛期待家己讲：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，独专务一项，就是袂记你后面的事，伫意头前的事，所查的标来走，看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。连保罗伊拢认为伊家己对上帝认捌无完全，伊需要不断向前跑走。安尼咱咧，咱这平凡的人咧，咱停留伫原地，敢就够野吗？所以，伫咱无法度理解关系上帝的事的顶面，咱要保持谦卑，咱要保持受教的态度。咱毋通亲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遮的人伫认捌主了后，因的生活过甲乱七八糟，道德乱七八糟，甲无信的人是完全是共款的，并且因最爱的就是因掠家己所捌的最完全。所以伫遐三争，伫遐辩论，有的人讲伊是属保罗即派的，有的人讲伊是属另外一个教师阿波罗迄派的，嘛有人讲伊是属彼得即派的。嘛有另外一派的人自认家己才是真正基督徒，恁其他的人拢是假的。所以当保罗听见安尼的消息，非常的烦恼，伊就写批互因讲：基督敢有分开吗？保罗减替恁顶十字架吗？也是恁捌受洗归伫保罗的名吗？保罗安尼提醒问因这个问题。咱看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忽略上帝的恩典，较伫遐三争因迄个有限的知识，所以保罗就开始对福音的起头，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来讲起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，保罗用几啊段旧约的经文来向这人证明，人类若想要用智慧来超越上帝，注定是失败。所以，伊用几啊段以赛亚经文，因智慧人的智慧要消无，因聪明人的聪明要看捌。你的智慧人伫倒落咧？上帝互智慧的人退后，互伊的知识变做愚戆。保罗嘛引用约伯记内面所讲的，伊阁互审判师变成戆人。审判师应该是上聪明，会当判断的，但是上帝拢会当互这人变做戆人。所以保罗伫遮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：既然这个世间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这个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对遮咱会当看见，接受上帝的恩典，甲你有偌济智慧是无关系的，唯一需要就是相信。所以保罗嘛伫18节讲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。沉沦的人就是看袂起这个十字架的人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真简单，但是对伫愿意谦卑领受的人来讲咧，十字架这个道理就真做得救的人的困难。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？这个记号伫今仔日是一个表明家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，但是嘛有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，为着装塔，为着酷炫，也是为着辟邪，拢会挂一个十字架。毋过，这个记号伫2000多年前是一种见笑、侮
侮辱上重罪的一种刑罚。但是今仔日十字架会当有无共款的意义，就是因为耶稣伊死伫十字架，然后伊对死过活。所以伫基督教的教会内面，咱看十字架顶面无耶稣，因为这个空的十字架，成做上帝权柄的一个证据，证明耶稣就是神，证明耶稣伊赢过咱世间人无法度超越的死亡。但是，若无信的人咧，无信的人，伊阁安怎挂金的十字架、炫耀的十字架？即个人若甲耶稣的死、甲耶稣的过活无任何的关系，即个十字架的破烂对你来讲，嘛无有任何的功效甲关联。所以你继续看以下的经文进前，也请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思考。十字架对你来讲是甚物？伊是一个记号吗？也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有耶稣的死甲过活，互这个十字架产生一个新的意义咧。所以保罗伫这段经文提起两款人，第一种就是要互咱读者来思考，咱家己对这十字架的看法是怎样。第一款人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上在意的就是新约，因为对因来讲，新约就是上帝印证的一个记号。所以，这犹太人梦想就是讲，这个弥赛亚要来进前，会发出一寡惊天动地的一寡代志。所以，咱看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，这犹太人嘛定定来求耶稣讲：“哎呀，互阮看一个新约吧。”但是耶稣拒绝这种无意义的外在形式，所以这经学士啊，这法利赛人甲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求你互阮一个新约，互阮看一个吧。”耶稣当然有权柄、有权能，会当显这新约。但是耶稣安怎应因？耶稣讲：“恶毒奸淫的时代，求看新约。除了先知约纳的新约以外，无要有新约互因。”那对这犹太人来讲，一个死伫十字架顶的人，竟然讲伊是互上帝竞选的人，犹太人无法度接受，因为犹太律法有讲，受吊死的人是受上帝所救助的人。所以虽然这犹太人因有圣经通看，因嘛有以赛亚书第53章，咱知影第53章是受苦的弥赛亚的安尼经文，因嘛有这搭经文通读。但是伫因的观念内面，弥赛亚是带着权柄，要来带因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。弥赛亚哪会受钉伫十字架？你是咧讲耍笑吗？所以对耶稣来，对这犹太人来讲，耶稣伊毋是一条稳定的道路啦。耶稣就好亲像是一个塔阶，一个绊脚石，踢伫因。挡伫因的头前，挡因啥？挡因继续遵行律法，挡因靠传统来得救的安尼道路的顶面。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？将耶稣除掉。保罗提起第二款的人就是希腊人。希腊人上出名就是伊的哲学。这哲学家定定坐伫树仔骹，伫遐来思想，伫遐寻求智慧，并且这希腊人因所认定，迄个上悬的迄个神，是一个袂有任何感觉的神。这个神应该悬悬坐伫天顶，伊无欢喜，无忧伤，伊安尼才袂受到任何人的影响。但是，恁这基督徒竟然讲恁信的上帝，伊成做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佮对婴仔来做起，最后死伫十字架，伫遐痛苦，伫遐嗷叫。这物件对伫希腊人来讲是非常的矛盾、无可能的代志。一个神哪有可能会安尼咧？
另外，咱嘛知影希腊人真敖用即个真华丽的词藻，因讲话拢讲啊真水，因有修辞学。所以耶稣所传的迄种真简单的道理，对因来讲根本是囡仔物。所以保罗伫遮提起两种人，对犹太人、对希腊人来讲，上帝恩典真恶直伫因的内心定根。但是保罗兼敢若是犹太人甲希腊人讲话咧，保罗嘛伫咱要讲话。到底即个世界对你来讲是甚物？敢是你所想、你所要爱的？会安尼问，是因为有真侪基督徒对世界是错误的期待，认为讲，当我接受即个恩典，我就是进入一种荣光的身份，我比遐无信主的人较优秀，以后我上天堂因会落地狱。但是耶稣的世界毋是一种阶级，伊是一个关系。即个关系是啥？就是主耶稣所讲，人若爱缀我，就看无家己，抓伊的世界来缀我。这表示世界是一种关系，是咱爱付出代价来跟缀耶稣的关系。也因为这个世界表示耶稣的救赎甲牺牲，所以耶世界嘛表示咱愿意学习耶稣的牺牲。牺牲无一定讲咱性命的死亡，牺牲是讲咱爱家己来死。就是你伫信耶稣进前是甚物款的人，你信耶稣了后，爱互即个旧的你来死。你重新活起来，是有主甲你同在的性命。咱基督徒袂当讲咱双脚踏双船，一方面咱感谢主、阿罗主，一方面咱阁继续活伫过去的黑暗的内面。但是，什么叫做抓十字架咧？是咱的喙伫遐吟诗歌讲主啊，我要抓十字架来跟缀你，就是抓十字架吗？有一篇的底文，伊写到足好诶，所以我放伫遮来甲大家分享。伊互咱来思考：如果抓十字架是讲你爱离开你的厝内人，你要愿意吗？如果抓十字架是讲你会失去一寡上亲密的朋友，你要愿意吗？如果抓十字架是会互你的名声受损害，你嘛愿意跟缀耶稣吗？如果抓十字架会互你失去你的头路，你阁愿意跟缀吗？如果抓十字架会互你失去性命，你嘛愿意吗？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，抓十字架、抓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就是表明咱来放弃咱原本的梦想甲愿望，因为咱爱跟缀的是主的梦想、主的愿望，咱爱行的是伊爱咱去行的方向。只有安尼，咱才会当称作是基督徒。徒就是学生、门徒的意思。咱毋是教徒，咱毋是信徒，咱是门徒，是做学生。但是，一般人看这个物件，伊会认为安怎？恁是头壳歹去吗？这是损害呢，这是损失呢。但是实际上，敢毋是安尼呢？无，因为耶稣有讲，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，就失落伊。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，要得着伊。这个性命毋是咱在世有一天会结束的性命。这个性命是伫上帝遐永远喜乐、袂有结束的一个活命。所以，这道理对伫犹太人、对伫希腊人、对伫世间人看起来非常愚妄、非常可笑的救恩。较伫受调的人，像是遮会受调的人，
毋管伊的民族是倒一个民族，毋管世间人看伊是毋是有学问，受掉的人就是愿意接受恩典的人。这个救恩对伫愿意接受恩典的人，会产生非常重要意义。保罗讲，基督做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智慧。什么叫做权能？就是气力。耶稣就是上帝显明出来，要拯救咱，要改变咱的气力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对伫受掉的人来讲，耶稣就要成做伊的气力。但是，一个看起来失败、软弱，最后互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为什么讲是上帝气力的？有一个国王，有一个价值连城，世间无有第二粒的选石。国王伊嘛非常大方，伊昭告全国，伊要办一个展览会。来甲所有人分享，但是伫展览的前几天，管理选石的人真紧张来报告这个国王，伊毋知影为虾米选石竟然出现一条壁船，所以这个国王紧调全国的珠宝商人来看，但是因回报的拢是歹消息。哎呀，这个选石已经失去伊的价值啦。但是这时有一个老师傅伊徛出来，伊一看这个选石。伊就甲国王讲，只要互我一礼拜的时间，我绝对会当处理，并且保证这个选石会比以前搁较水。所以，这个国王想想的，这个选石既然已经失去伊原本的价值，安尼不如就试看卖嘛。所以一礼拜的时间，所有的人拢伫等待。一礼拜了后，这个老人出现啊，伊将这个选石摕出来，所有的人一看，真正毋敢相信。因为这个老师傅处理好势啊，并且这个选石比以前搁较水。原来这个老师傅利用选石迄条壁船来雕刻出一蕊真水的玫瑰花。哇！这个国王非常欢喜，想要互伊做报酬。但是这个老师傅拢拒绝，伊非常谦卑讲：我不过将缺点变做优点尔。兄弟姊妹，人看做无好的一条壁船，但是这个老师傅较互伊变做一蕊真水的玫瑰花。同款，伫世间人的价值看做软弱的这个十字架，上帝较使用这个方法，让咱来表明伊救赎计划，并且这个人看做是微细、真软弱的方式，较影响世界。互历代的人来견地，所以这嘛，互咱有一个愿望。咱遮个人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嘛毋是希腊人，咱要安怎得救咧？咱的得救嘛，毋是靠传统，咱得救嘛，毋免靠知识，因为咱倚靠的是伫十字架顶牺牲的主耶稣，伊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所以，虽然咱的性命有逼顺，无完全充满缺点，但是伫上帝眼中，咱就亲像迄粒选石共款，哈尔贵重。所以，伊来赎回咱，要恢复咱上帝囝儿的身份。嘛，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，咱生命内面迄个人看做无好、无价值的物件，互耶稣的疼。转化变做一蕊真水的玫瑰花，所以咱哪会当无感谢上帝奇妙的计划咧？咱哪无去感谢耶稣这个牺牲咧？因为这原本毋是咱堪得到这个恩典啊。另外，对保罗这段话嘛，当看出十字架救恩是上帝主动予人，毋是照这个世界的标准。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啥？好的、尊贵的、有知识的人才会当得到。但是上帝恩典毋是靠这个标准，甚至咱会当讲，上帝是经世界上互人看袂起、人感觉上无价值的人，
因为这人有上单纯的信心，因就会当承受福音的美好。所以咱中间若有人要在想，要未踏入门的兄弟姊妹，愿望报道家施布真伊所讲的即个小譬如，会当互你落决心。有一栋楼伊发生火灾，第3楼的窗仔门有一个囡仔伫遐呼叫。迄个窗仔门是伊唯一会当离开的一个出口。就伫即时，有一个拍火兄弟，伊搭一个楼梯，爬到囡仔的窗仔门骹。伊对即个囡仔讲：“你跳落来吧，我会将你接掉。”伫迄时，迄个囡仔上需要就是信心。信心的第一步是伊知影迄个拍火兄弟已经徛伫窗仔门遐。信心的第二步就是伊相信迄个人的双手是有够额的气力，会当将伊接掉的。信心的第3步嘛是上重要的一步，就是爱互伊家己完全投入迄个人的双手的内面。这就是行动。信就是遐尔简单，但是需要咱踏出迄第一步。咱千万毋通亲像这犹太人，也是希腊人，用这复杂的思考将家己捆绑掉，无法度来得到真正的救恩。但是单纯的信心嘛是第一步，咱袂当永远停留伫遮。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，对迄时开始，咱就爱行天路，继续行，向前行。过一个互主掌管的一个人生。今仔日是教会节期内面的大斋节第3主日。大斋节就是伫主耶稣过活前的40天。伫这40天的内面，咱爱重视咱的灵修、咱的操练，并且咱来反省、咱的悔改。伫咱要迎接主耶稣的死、主耶稣的过活进前，咱重新来面对咱家己的神。我敢真正相信上帝的气力？我敢真正接受十字架的恩典？愿望咱每一届举头在仰望十字架，咱的心拢会当搁一摆来回应主耶稣的邀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透过你的救恩，互阮会当得到愿望。阮毋免靠传统，毋免靠知识。阮就来得到救，主总是遐尔简单的救恩。阮四周真侪人要毋捌你，因毋愿因毋愿来接受、来相信。总是主也恳求你，毋若改变阮，也差派阮去到因的四周围，将耶稣基督的恩典会当来传达，互因来接受。主恳求你的救恩拯救阮，也拯救遮个人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